守能嚴經義海卷三，由公元705年譯經1410年入永樂北藏1579年入嘉慶藏。七破無着。世尊，可悉見佛與大目連、須菩提、富樓羅、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轉法輪，常言覺知分別心性，既不在內，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間，俱無所在。一切無着，名之為心，則我無着，名為心否？既非內外中間，則知心無所着，而不知佛意，破妄無體，令識本真如。三際求心，心不有心，不有故妄緣無，妄心無處即菩提，生死涅槃本平等不了。此以謬自其文，妄立無着，便為合教舉世修行，多作此計，但一切時都無所着，即我真心，而不如執此無着，亦是妄想。能邪經話無心為心量，我說為心量，故下破之。語言覺知分別心性，俱無在者，世間虛空水陸飛行，諸所物象，名為一切。與不着者，唯在唯無。語言一切無着，一切不出，水陸空行，則與無着之心，決定於彼一切法上，唯在不在，在即着也。若在不在，二俱有過，如下破之。是為欲破無着，先要以外境定之。在即係有啦，無則同歸無兔角，云何不着？無者不在也。若此決定不着諸法，何處是心？名為不着，便同世間歸無兔角，畢竟無體。體既然全無，而欲名誰為不着耶？無者心不見境啦，境既然本無，心何所離呢？所以話無着耶。有不着者，不可名無。若此不着之心自有體者，則不可言不在，一切無由不在啦。有不着者，心見其境，境若然係有心，則成咗着啦，豈名為無呢？無相則無，指初過，初過即係第一過啦。無即不在，相即係一切，不在諸相，即係冇體啦。就如兔角，你要睇個比喻，非無則相，指次過啦，第二次過錯。非無有體，體若然係必有，即在一切，所以話即相。相有則在，云何無着？結前非立。相若然係有心，則名為着。點解叫做安立不着呢？所以話境亡則心滅，心存則境生。夫相不自，有由心在，故有心不自無。由相盡故無事，以有相而言，無着者理不可立。以前嘅支敏道，即係晉代嘅僧人，係屬於般若學派嘅祖師，話但無心於萬境，萬境未嘗無結。其所談稍似，呢個觀點稍為相似，但係現在呢個部分就以生紹大師，同時亦都係東晉嘅僧人破啦，就話此得在神淨，失在物虛。
以經驗之，亦未為得。是故應知一切無着，名覺之心，無有是處。以上七段破妄所依境，七段已經破妄啦。然凡情所計，即係凡情，即係凡夫所計，雖復萬差，因依之處不過此七。孤山又話總此七番，次破四性。邊四性呢？第一個就係在內，潛根見內，屬於係此自性；而在外呢，就係此他性；中間呢，就係此共性；隨合同埋無着呢，就似無因性。所以龍樹菩薩亦都話啦：諸法不自生，亦不從他生，不共不無因，是故說無生。欲推破體，先破所依，猶如城陷，即係城被攻陷，賊王巢傾，則某復精。雖然有七處，則為五，第四、第七無別處，所以隨合無着。此破能依正義所長之可見。是知如來七番逐破，使界以妄心無逃避處。妄賊既然係除咗啦，真妄自然就會顯出。無生之理，於知見矣。通常嚟講，利根上智以合潛悟，但係為中下輩，所以下邊會繼續廣說啦。若果四性未破，此覺了心，誓而非諦，破性執矣，乃名誓諦。誓諦係屬於虛假嘅，猶存於相。若然係破咗此相，方名真諦。所以話第一義諦。而天台就話啦：誓諦破性，真諦破假，假破即相空，性破則性空。由是言之，經文七番，而捨三空啦。至中判經嘅時候話，從第一卷即係初卷至第二卷係破心同埋見二執，以顯人空。從語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至第三卷係破陰處界等，以顯法空。諸外流師善分二趣，但未知人法皆有性相矣。意思係話諸師中意喺呢度分二趣，但係唔知道有人同埋法二空嘅。下邊開始自下富樓羅章，總是顯前之二空。邊二空呢？即係人法二空。所以話令與會中未得二空，會向上乘阿羅漢等，皆獲一乘直滅場地。